环苏果甲竹仔草接线形成，拜四暗到拜六上晚近台湾，这雨会对拜五落到后礼拜三。风灾过了，台南清水超过15000吨的粪扫，这当中发现有毒的废弃物，民众烦恼会影响到环境的卫生。世台湾比赛，中国队直直甲咱起无空，毋但要求要甲咱的国旗摕落来，搁来抢台湾队的祝贺电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4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关心的是台师大骹球队的抽会风波，即马校方表示讲会做出符合社会期待的决议，打算明仔载就来公布结果。另外，昨立法院卫权委员会有开公听会，这台师大人体研究的伦理审查会主委陈学志，伊讲这计划执行有真侪无合理的部分，未来会加强查核。立法院卫权会展开人体生物资料库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公听会，台师大 IRB 主委陈学志讲，女子骹球抽会案的计划申请内容甲实际执行有差，只能靠书面的查核无一定正确。在主持人的计划书里面也是有写说要聘请有执照且有抽血经验之护理人员进行抽血。根据他的计划书里面，他写他的研究对象是招募大专足球及一级木男企业联赛的现役选手，也没有讲台师大的女足队。参加的专家学者拢提出建议，伊即回讲，若是即种非医疗研究，目前是无明确的规范会用的管。立委认为，若是有抽血即种侵略性的检查，应该比较医疗机构来审查。医师专利会是表示，研究计划每一个部分都应该保障接受测试的人的权益。其实这个研究计划如果有问题，不管从 IRB 开始还是在执行中有问题，毒树上长出了毒苹果是不可以用的哦。体育署要处理注销周大英的教练证，照停诉中华骹球协会就要先开纪律委员会。23下到骹球协会纪律委员会了后，即日以声明公布审议结果，注销周大英现在持有的教练证，而且这些人拢未当搁再申请教练资格检定，也因为霸凌案拢未当搁再参加骹球事务。我的错，还是希望球员能够原谅我。教练证对我来讲 OK 的，那我喜欢这个项目，所以我还会继续从事这样一个的足球运动，只要有机会。协助这件案件的立委陈培武甲人本基金会讲，这便是重建体育文化甲体育训练相关权益甲伦理的机会。如果当一些选手会认为说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或是把举发者当吹哨者当成是一个破坏我们体制或破坏我们文化的人，就表示这个病很严重咯。台师大伫23尾暗时阵开院告评会，并且讲已经做出符合社会期待的决议，将会移送到校告评会，25公布审议的最终结果。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气象的消息来关心的是，风台环苏果甲竹仔草是接线形成。气象署预计这2粒风台入来台湾，这几率是无啥悬。也若拜四暗到拜六是上晚近台湾的，到时阵全台湾是会落大水雨，甚至是雷公雨，所以请民众都要加注意啊。另外呢，这雨是会对拜五落到后礼拜三。目前在西北太平洋上面有3个热带系统，一个是在昨天早上8点刚形成台风的第7号台风范斯高。那么在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菲律宾吕宋岛西北侧近海也形成今年第8号台风竹节草。那么至于在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关岛西方附近的近海也形成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气象署表示，第7号风台范斯高伫透早8点形成做风台，中心伫台北东南东方向向西北行。另外，伫菲律宾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也伫23暗时8点变做第8号风台竹节草。另外，伫关岛附近的海面上，佫有热带性低气压形成。气象署预估上近拜四暗时变做今年第9号风台科罗莎。台风第7号台风目前的位置在这里哦。那它未来持续向西的方向移动，预估在25号早上8点的时候会来到台湾的东北侧这个地方的近海。另外在竹节草台风的部分的话，它是逐渐向东北的方向移动，预估它也可能在25号通过吕宋岛北边的陆地或近海的时候，持续向东北移动的过程，强度也会持续的减弱。受到2粒风台挂规环流影响，北部、东南部的这方面雨水会较高。对拜四暗时开始到礼拜，台湾拢会闪大雨和强阵雨。拜四暗时开始，北部会有短时间的强阵雨。也若拜五到礼拜，全台嘛拢会闪大雨。气象署提醒到时会有强阵雨、落大雨，甚至是雷公雨的情形发生。明天的时候，一样就是在北部地区，逐渐
当台风有可能变成热带性低气压以后，往南调的时候，带比较偏西风、西南风，我们中部地区的降雨也要开始注意，南部地区要稍微注意一下。气象署表示，范斯高伫这草2粒风台未入来台湾，所以发布海上警报的几率无悬。不过，若是要去琉球和菲律宾的民众，得要注意啊！记者陈选谢桂玲台北报道。好，来看这几天受到环流的影响，伫台东呢是落大水雨，即马已经传出灾情。伫关山有一搭旁归园浸水，上万粒拢互浸害去。这县政府初步调查，也有发现讲关山呢，也有万东丢这鱼啊，拢已经淹死啊，已经达到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县政府表示讲，会继续来统计灾损，进行救助的评估。伫关山镇碧南溪这搭农民白田来种面积比价的洋芳瓜，不过22小连续落大水雨，未采收的洋芳瓜泡水泡到烂去，原地农民按算会当有200多万的收入，即马全部乌有去，只有是勉强采收少量较完整的芳瓜减一损失。按不采，等到他再来10几天来看灾，这个瓜也全部烂光光，那我们损失更惨重。有一户洋香瓜的这个农友的部分呢，有比较明显的一些灾损，那这个相关的速报也已经提报到县府这边，那县府会尽快的与相关单位来去共同的会勘。官府这几天初步调查，各部分大户。官府这几天初步调查，各部分大户期间无法度受训的大白色客，也可能会有因地性的灾害发生，请农民爱注意。另外，伫万东稻仔鱼仔的部分。关山镇公所已经通报鱼仔受损，农业部也公告关山镇鱼仔灾情达到农业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不过，即马台东市甲卑南乡的产地，农民也买袂到鱼仔，因为鱼仔用的鱼仔也受灾，可能要9个月才有鱼仔会当捕到啊。养苗泡水泡太久都坏掉了。如果有其他乡镇的这个养苗场的部分，如果有相关的一些灾情，请尽速的呢向所在地的公所这边来去做反映。官府提醒农民，大水雨了后要注意农作物生长的情形，若是发现因地性的灾害，要记录保存证据，才可向各乡镇市公所提报勘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这丹那市风台过了，伫台南的灾区呢是清出超过15000栋歹去的家具甲粪扫，这等于是7个月的粪扫量。即马全台南市已经有设46大的集中场，也毋过所发现是有人来乌白蛋、石棉遐等等有毒的废弃物。当地人是怨叹讲囤遮侪工拢无人来甲清，若准阁继续甲拖落去，安尼恐惊会影响到环境的卫生。台南市各区的3个里活动中心边仔有设暂时粪扫集中区，即卖将废弃物囤干那山，而且各种废弃物拢总有，根本无分类。附近民众真无奈，在地里长嘛怨叹遮清运的能量分配无平均，公部门对灾区的优先顺序认定，或者在灾民面对如苍苍的现况，嘛干那会当有苦往心来吞。从风台来，风台飞到近啊，一直蹲到这阵啊，就无奈就只咧等。系啊，无奈啊，系啊。这边是灾区啦，吼，大家即个要复原，吼，灾后复原即个动作，嘛足希望会当赶紧来清运，因为即马嘛是拄啊，并没有吼，即个滋生源的这个好花期啦，嘛足惊讲吼，会引起吼即个天高热的即个爆发。另外一边伫满头区的粪扫集中区，同款有破过户的砖压，都压满世界。不过竟然后来发现有民众乌白蛋、石棉遐，环保局嘛强调，为着要防止乌白蛋，伊嘛陆续先甲粪扫集中场先关起来，伊嘛呼吁民众若有石棉遐，爱先家己包好好势，才去公所登记，派人来载。瓦的一个处置啊，它规定一定要先到公所来登记，先前呢要在自家里面先用太空包把它包织好、堆置好，然后到区公所这边登记，由区公所会诊之后给环保局废管科来统一处理。已经有登记了2300多件的这个石棉瓦的清运的一个件数，那我们也不停的加快脚步在清理这些石棉瓦。那这次的风灾，我们已经清理了180吨的这个石棉瓦。临时粪扫集中区出现石棉遐，后续就惊产生环境卫生问题。这场风灾过后，环保局已经清运超过平常时7个月量的粪扫，依然是咧考验政府后续的应变能力。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另外，这个风台伫家己呢嘛造成要挖3万丛的树仔倒去，有100年历史的家己公园到当时还未整理好势。有树木医学会呢是邀请到日本来的树仔的医师来检查这个树仔受伤的状况。也那树医师是讲到讲，这摆风台这破坏力有影是真强，也来提醒一寡护管工课爱注意的事项。
来测试哈，用最基本的测试，这样刺下去，大概25公分，超过一半了啊！所以当我们腐朽面积超过一半，这一棵树就是砍掉。检查因为风台受伤的树仔，了解树仔倒去的原因。来自日本甲台湾树木医学协会树医生甲学者，专工来到嘉义市100年历史的嘉义公园勘查，要针对公园内底树仔受损的原因甲状况，提供刷落来树仔保养甲护原的建议。伊讲这回风台甲一般的风台无共，伊只有感觉林更风迄种感觉。建议就是根啊有生长空间，足侪树仔遐大丛树仔应该袂倒的，啊看来伊看会倒来，就是因为根无法度定侵落。这届风台造成嘉义市将近3万丛的树仔倒去。市政府除了邀请日本的树医生替树仔做体检以外，嘛希望学习日本对树仔防灾的经验。日本的树医生讲，除了爱有所在和树根来生长，树仔的选定嘛真重要。在树木的选择上，可能需要选择一些抗风性比较好的树木，像苦楝树啊、樟树啊，或者是茄冬这种，尽量避免那个豆科的或者是黑板树的这个部分。树木医学协会嘛指出，公园目前有一寡树仔破病，佮因为风台来受伤，考虑到民众的安全，嘛应该爱来清除。嘉义市公园管理局表示，会参考树医生的建议来做处理。目前清除的工作已经完成65%，会赶紧来整修园区，呼吁民众暂时莫离开公园。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云林县的北港呢，一个男性是伫刮刮乐的店头附近咧俗，等人收档的时阵，才甲挂伫乌多摆顶头，这规地刮刮乐甲现金拢甲偷摕去，或者头家是损失40多万。后来这个财产呢，是因为家己袂过心，所以去派出所投案，今嘛警方是当咧调查。2日暗头6点外，一个情况是外省的查甫人骑机车按菜馆行外口经过，利用头家咧收单的时阵，甲挂伫乌多摆顶头的袋仔关下，就做伊走。头家讲，内底拢总有1800外张刮刮乐，甲现金2万块，总损失超过40万。我觉得不是临时起意的，是蓄意偷窃的。我真的是。当天晚上睡不着，我一直气自己的不小心，造成严重的损失。业者讲，看监视器就知影，这个查甫人按迄天下晡4点外，就伫附近行来行去，利用伊收单时甲规脚底仔赶走。对本案警方讲，这个嫌犯偷摕了后，因为良心不安，继续去派出所投案。在店家尚未到派出所报案前，犯嫌已因良心不安，先至北港派出所投案。当场向警方交付，窃得之背包及部分现金及物品。为事后被害人向警方表示，有些物品短少。业者买手清点即届互偷摕的刮刮乐，大概有1850张。不过嫌犯投案时，敢若剩600几张，目前还有1200几张唔知走去倒。对此，警方表示讲，犯罪动机甲案情搁咧调查，后续警方会积极侦办。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大树的河山供电场呢，是因为违法施工去互市政府甲开发，同时来邀请地检署承办。即马经过个外月的追查，这检调人员认为讲，这个姓林的业者，也有负责建造的姓吴的技师，2个人罪嫌重大，所以向法院申请羁押。昨暗已经裁定2个人羁押禁见。高雄大树河山供电场2期工程6月中，互市府下令停工，同时将水土破坏的情形，而且求头地检署侦办。经过个月追查，检调第2日发动敲催，团相关的被告证人到案说明，因为姓林的业者甲姓吴的技术罪嫌重大，而且有交结串供的记录。检方23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另外有3名员工也分别10万甲8万交保候团。被告林某、吴某等2人涉犯违反山坡地保育条例及水土保持法第33条，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本府的一贯立场就是支持严惩严办，后续仍会持续严格监督业者完成2期水保工程改善措施，恢复直升。业者洪秀亚立场讲日因都听到风声，不过对地方来讲，上要紧的也是这片山坪的安全。进前市府要求业者在7月23进前，爱把这如甲光光的山坪恢复原貌。不过1个月过去啊，恢复的进度也是真有限。就连涂骹这草啊，嘛是地方建议用这好种好活高生团的牧草，才有通看到淡薄仔青青。立场讲，市府限的时间到啊，才做安尼。即摆业者搁洪秀亚。
因正烦恼这片山坪会风放光。这就是阮里面上担忧的一点，因为头家既然你用掠去，伊就无法度人施工，啊，无人施工，你政府有你的看法，啊，你的做法啦，啊，有里面有一个心理安抚下来啊。水利局表示，因为真正有拄到风台大雨，所以业者有申请将工程延期到8月7日。市府会持续监督业者的进度，确保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记者邝亚茹、邱朝阳、高永昌报道。再来关心的是，新竹市顶日伫咧华德福实验学校挖出建筑废弃物，即马经过确认了后，就是甲新竹棒球场是同一个厂商。市政府启动调查，继续来挖，佮发现讲这内底呢有厂商过去某的这工程的相关的文件甲资料，所以市政府伫咧拜三的时阵呢，是去到新竹地检署，对厂商来提出刑事告发。上面这一层就都是包括木板啊。砖块啊等等，提出伫华德福实验学校的校园内底挖到废弃物相片，就讲这施工单位竟然甲新竹棒球场是同一个厂商，而且搁伫内底挖到厂商过去捌做过其他学校的工程相关文件。新竹市府拜三向新竹地检署对厂商提起刑事告诉。废弃物中含有新竹市玉贤国中任教老师的旧有文件。市府高度怀疑华德福学校草皮下土层的废弃物来自于聚家营造。市府7月23日进行刑事告发，并将追究到底。当初呢，这个玉贤国中的工程也是聚家营造所承揽的，华德福也是聚家营造所承揽的，甚至我们12亿的棒球场也是我们聚家所承揽的。那这么多聚家所承揽的这个工程当中呢，为什么呢？他们都有这么多的营建废弃物埋在地底下。针对提告，民进党新竹市议会党团指出，市府本地地党依照契约要求厂商改善棒球场，批评市府只是在做政治操作行为。那如果说厂商真的是有违法的情事，第一时间送检调之外，那市政府应该就要提出相关的研议的办法来做这个后续的改善。但是高虹安对这个新竹棒球场自始至终到至今都一直在拖延。新竹地检署表示，目前已经指挥调查局等单位共同侦办，等调查了会公开说明调查结果，对任何违法的代志一定会依法侦办。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国际消息，先来关心的是以色列空袭加沙走廊，这国际援助组织呢是发出警告，讲加沙有可能会出现真侪人夭死的状况。这以色列总统赫佐格是有去拜访到加沙，要来推动临时的谈判。也那美国即马冒派特使去到中东来敲测，希望会当推动停火协议。在加沙中部迪尔巴拉世界卫生组织附近，一直听到爆炸的声音，这款设施互以色列攻击。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指控以色列军队走入去因工作人员的宿舍，叫妇女甲囡仔离开，将所有男性工作人员拢铐手铐，将身躯顶的衫拢脱掉，也称威胁进行审问。In 2025, WHO has documented 21 deaths related to malnutrition of children under 5 years old. Rates of global acute malnutrition exceed 10%, and over 20% of pregnant and breastfeeding women that have been screened are malnourished. 以色列23个空袭造成有民众死亡，包括无国界医生在内等115个国际慈善家救助儿童等主要援助组织。伫一张公开会内面讲，因目睭紧紧看到家己的同事家所救助的巴勒斯坦人，一天一天冷去。会内也指控以色列伫咧援助据点加强严厉限制，并且进行盗杀。说话讲，加沙营养不良甲相关疾病正快速增加，差不多200万人内面有正大部分正伫咧摇巴岛，无物件通食，超过3万个5岁以下囡仔严重营养不良。目击者卫生官员甲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讲，以色列军队几多遍向要求援助的规定人开枪，造成1000多人死亡。不过以色列讲，因只敢开枪警告，根本无遐尼侪人死亡。OCHA is no longer a neutral agency. Hundreds of OCHA employees are undergoing security vetting. Key employees will not have their permits renewed
following clear evidence of strong affiliation with Hamas. 伫即天，以色列总统赫佐格去加沙推出临时的谈判，除了支持竞选士兵，也强调国际法的保障。而且，美国总统川普为中东特使为科夫停火谈判的对象战局也升悬，这显示已经拖几个礼拜较期战局的谈判，可能会当有进展。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美国总统 Trump 伫 AI 竞赛高峰会顶头表示讲，其实伊捌考虑过要甲辉达的生产甲跳互开，来提悬晶片市场的竞争力。也毋过后来所发现讲，这是无啥可能的代志。伫 Trump 演说的过程当中呢，伫大卡的黄玲芬有对 Trump 来比出赞的手势。啊，那白宫即摆也来公布美国 AI 行动计划，要来落实 Trump 的行政命令。美国总统川普发布美国 AI 行动计划，佮签署3道行政命令。刷落来伫白宫主持赢得 AI 竞赛高峰会，川普伫峰会上表示，家己捌想要将辉达拆开，也毋过无了解讲安尼做真困难，而且辉达有真大的领先优势，所有竞争对手爱用几啊年才会当掠会到。America is the country that started the AI race, and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m here today to declare that America is going to win it. 川普伫演说中几啊摆提到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俄罗伊甲其他科技业领袖对美国的投资。黄仁勋伫大卡用大步王比出赞的手势。Because we will not allow any foreign nation to beat us. Our children will not live on a planet controlled by the algorithms. So from this day forward, it'll be a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lead the world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辉达受益伫大型语言模拟等 AI 应用对 AI 硬体的真大需求。本个月较早正做史上头一间期待突破4兆美金的公司，川普23以行政命令落实 AI 行动计划，建议透过强化出口管制来对抗中国 AI 发展，包括伫先进 AI 晶片新增位置验证功能，甲商务部情报机构合作。监控 AI 发展甲执行晶片出口管制，另外为了应用 AI 资料中心用电量的强大需求，提出稳定电网、推广核能甲地热的能源策略。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联合国国际法院有明确指出，讲因应着这气候的变迁，各国应该爱尽倒一寡义务，对温室气体的伤害到承担的法律后果，其实拢有讲互明。这份法律意见虽然讲无约束的能力，也毋过互人认定做有可能是正做未来推动气候行动的方向。伫荷兰海牙联合国国际法院 ICJ 23公布一份为时代法律意见，因为气候变迁对存亡造成正紧急的威胁。ICJ 法官佫指出，各国有法律义务防止造成的全球暖化污染造成危害。Unanimously i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breach by a state of any obligations identified in response to Question A constitute an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 entail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at state. The judges also found that countries who have suffered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countries like Vanuatu, who spearheaded the initiative to bring the advisory opinion to the court, could be entitled to reparations from high-emitting stat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由 ICJ 全体15个法官联合发表的咨询意见，佮补充说明，这根据具体情形来处理。若不法行为甲伤害之间存在充足的直接甲确定的因果关系，这份500多页咨询意见虽然无法律的约束力，毋过有缘可能决定世界各国未来气候行动的走向。法律专家指出，这份意见有法律甲政治当中，未来气候案件无法度无重视。This is a victory for our planet, for climate justice, and for the power of young people to make a difference. For small island states, communities in the Pacific, and for young people, and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his opinion is a lifeline and an opportunity to protect all that we hold dear and all that we love. 这是 ICJ 史上上大案件，佫被看作是近期系列有拟定比预期的气候措施当中上重要案件。这份咨询意见，互一寡国家应针对污染或者是温室气排等气候问题来追究他国责任。公司新闻陈有真编译。2005年这世大运比赛的期间呢，中国队是直直甲咱台湾队起无空。自从咱台湾乒乓的查甫团体组呢拍赢中国了后，在中国就去甲主办单位来抗议，而且佫要求甲咱的国旗甲摕落来，甚至佫咱抢咱台军队选手的祝贺电报。
今天晚上，跆拳道对打我国男子团体，再度获得银牌，中国队又再次前来抢夺我们的贺电。我在这里严厉的谴责中国队这么不明的犯罪行为。德国是民主自由国家，颁发贺电给我们自己的选手，与喊台湾加油对我们自己选手的支持，完全不是奥会模式的范围。中国队，请勿再将奥会模式无限上纲，伤害台湾人民的情感。在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呢是当面抢咱台湾选手的电报，咱的体育署长讲呢，中国毋但是抗议咱伫个比赛现场画出台湾加油，这是违规的。伊嘛甲主办的城市来施压，要求甲咱台湾的国旗甲提好掉。针对这中国队的行为，咱国是大力甲谴责。全国大罢免咧要投票啊！即马国民党新北市议员林国春呢是来告发罢免齐卡心团体的志工有招人刷户籍去支持罢免，这款行为是涉嫌违反着刑法妨害投票正确罪。另外，这林国春也来告发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呢是坐公务车被暗顿，涉犯贪污等罪等等。中选会的主委李进勇滥用公务车。公车私用，所谓的 radio 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号召这些人去迁户籍，这个违反选罢法里面还有违反了刑法的部分妨害投票正确罪。林国春是告发李进勇呢坐公务车，也搁有这罢团的志工呢是招人违法来刷户籍。也毋过中选会其实已经回应讲，这李进勇呢是下班顺路去买暗顿，所以并无违反着规定。因若这罢团的志工是涉嫌招人来刷户籍支持罢免，林国春认为讲这中选会拢无动作，所以也向检方来告发。再来看金华乡案，今仔日搁再来开庭，前台北市副市长彭真生是以证人的身份来出庭，伊当场大声吼，讲家己呢敢若主持4届的都委会这个会议，煞舞甲弄假煞体。这法官认定伊是情绪无啥稳定，所以改做9月初2，搁互伊来出庭。另外，针对着这郭文哲敢袂当出来投罢免票，伊已经找律师来提起行政诉讼，甲申请假处分。台北地方法院24日再开庭审理金华乡案，提审前台北市长郭文哲甲国民党议员杨巧薇，也拿前台北市副市长彭真生是伫牵手过身了后，头一届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不能会改变你的政治吗？彭真生无讲话，行入去法院，毋过开庭了后，伊搁再当场哭出来，表示家己敢若主持4届都委会会议，即马煞是甲破人亡。法官看到彭真生的情绪真激动，一时间是休庭10分钟。虽然彭真生表达已经到庭会尽力作证，但是法官认为伊的情绪明显还未恢复，庭事会出问题，最后决定改做9月初2出庭。补充理由书传给了各个被告之后，都威胁了他们说，假设公词跟侦讯的期间的笔录不一致的话，有可能会面临其他的刑责。7月2日也要罢免投票，要来羁押的郭文哲也委任律师提起行政诉讼，要个申请假处分来争取投票权。我们希望今天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能够透过公正的裁判，重重的打醒民进党政府。人民的公民权不是可以这样被他们肆意剥夺。台北高等行政法院24透早开庭，郭文哲律师萧奕宏表示，考虑选务机关甲介护机关的能力，希望当用亲像通信投票方式投票了后，未放交予看守所的人员，再个转交予台北市选委会。不过选委会甲北所拢指出，这款方式应该有法律的授权，建议法院驳回这案。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马离7月2日大罢免，敢若剩2天的时间啦。国民党立委王宏维是今仔日甲立法院长韩国瑜，也有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是拍拼咧催票。也那这全国的罢免团体代表呢，也来开记者会，强调这罢免的行动是人民依法监督的正当行为。另外，民进党立委也出动伫个大路口向市民来催票。来，院长，我们跟大家挥挥手。立大罢免只剩2日，国民党立委王宏维合体立法院长韩国瑜、民进党主席黄国昌、无党籍立委郭金素梅大力催无同意罢免票。高金还有那个黄国昌主席跟韩院长，那他们今天一起，大家都是排出时间一起来陪我，所以信心大增。
免投票都特别到前总统蔡文23暗时表态会去投票，表达伊对国民团体感谢。不过发文无讲到大罢免大成功，引起讨论。黄伟委员是打不扁的、压不扁的蔷薇。国民党喊大罢免大失败，失败为成功之母，所以民进党成功要听妈妈的话。中国罢团联合代表也共同开记者会，强调罢免行动不是政党互随势地操作习近平依法监督，制度自我守护政党行为。今天立法院现在变成打架院，傅昆萁变成唯我独尊的太上皇，中共则是后面的演武者。35+1个罢团的努力，其实我们在见证的是11年来我们一直盼望的新政治，11年来我们一起盼望的超越蓝绿的政治力量。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早起失去设置，为党籍立委廖先祥徛路口吹无同意罢免票。好，大家加油，一起加油，出门投票，大罢免，大成功。罢免是闹热滚滚，早起真侪民进党立委加地方年代国民团体共同徛伫街路力吹同意罢免票。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咱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是接见这索马利兰的访问团，伊特别讲到这威权阵营呢是持续用新的形态来加强对台湾国际参与的打压。伊嘛讲呢，应该爱强化这双边的友伴的关系。除了我们双方可以加强伙伴关系，也希望跟美国等理念相近国家，透过三边或多边的合作平台，共同实现索马利兰非红海岸线的战略目标。We also have shared a mutual goal of getting a recognition. I can assure you, Mr. President, that no amount of pressure that can change Somaliland's stand with Taiwan. 这巴卡曼是感谢咱国政府提供的协助，伊嘛讲呢，真欢迎咱台湾去到因遐来投资，期待未来合作会当愈来愈密切。嘛强调讲这双边的关系虽然有承担真侪压力，也毋过呢，希望双边的关系是袂受到影响的。来看台湾，即马是还未开放，予中国人来员工。毋过呢，所有业者是用诈骗甲变做等等的方式，伫社群平台讲会使替人来办入台证。移民署是掠到一个非法的集团，一当帮助上百个中国人来到台湾员工，这赚的钱是超过500万。伫社群平台一直宣传做伙去台湾，有中国网青制造影片，假讲会当台办1年无限届往回台湾的商务入台证，吸引中国人以商业名义来台佚佗。毋过事实上，两岸员工还未全面开放。移民署之前有查到一件假商务交流非法台办集团，拢总18人，透过变做文件等方式，1年协助至少120个中国人来台非法佚佗，估计不法所得超过500万台票。本案由张姓大陆籍旅游业者招揽境内不肖业者，以伪变造申请文件方式，协助大陆人士非法来台，并从中谋取高于官方规费60倍之暴利。专勤队表示，社群小红书有为少教学文章，指导中国民众用假的商务活动来台湾，不法的业者协助伫台湾找龙头公司做邀请单位，搁予中国人假造是商务人士非法来台。进前嘛发生一个中国网青，好亲像嘛是用假商务名义申请来台，伫汉光41号演习期间自由行宽台，伊的直播影片包括汉光操演的敏感区域。叫外界日记有国安的记录。近期也发现有这个中国的所谓网红随着汉光演习的这个不同科目跟地点进行拍摄，那这当然会影响到我们的军事安全。移民署讲，中国人来台湾做专业加商务活动交流，必须透过邀请单位线顶代替申请，先由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审查身份资格符合规定，而且必要成了后，再搁由移民署查核。去年2024年，拢总有13000多人，因为发现各样客人拒绝入境。未来原来会伫审查方式甲处分这3方面强化管理。记者采访报道。再来看观光署长陈玉树今仔日是去到立法院备询，针对着这观光客来台湾一当1000万人次的目标，伊讲呢，这挑战有影是有较大，也毋过若要达到这900万人次来台湾，这应该是无问题。
国员就任加州头一位非公务体系出身的观光署长，陈菊秀早起头一摆去立法院报告，就半年根据移民署入境资料，来台旅客突破419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有成长10%。来台市场结果以东北亚城南向，甲其他市场各占大约3成多。有多少是旅客？有多少是可能是移工？有多少是相关的人员？统计方式呢是跟全球一致的。所以标准上面是大家都是一样的计算方式。是，所以说它里面419不是全都是旅客嘛？这你也承认嘛？是。我们恢复那么慢，这个不能拿来说嘴了。对关心观光旅游的业者跟国人来说是无法交代的。还是要朝1000万前进。不过我们也知道说，今年确实碰到的挑战还是非常的多。观光署表示，今年又愿以1000万旅客来台为目标努力，900万达标应该无问题。另外，两化观光有继续甲对话交流，要毋过就是爱配合相关规定办理。今年也有几十万旅客透过第三地还是其他专案方式来台。国内旅游部分虽然去年旅出2.2亿，要毋过7%是当日来回。交通部长陈世凯讲，旅宿业状况确实无好。现在旅宿业状况确实不好，所以我们会透过活动的方式，或者是更深度旅游的旅程，跟地方政府来结合，让大家愿意留在那个地方，不要只有几个小时，而是1天2天。交通部表示，国旅有轻旅行当日来回趋势，确实冲击旅宿业，所以会由观光署规划主题旅游，和区域分流，增进旅客过暝，留宿社会的观光经济。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大考中心审议分科测验的违规事项，这当中发现上介侪就是无查有效的证件，也有205个考生呢是无照规定伫考试卷签名，这两项违规是拢会互人扣1级分。伫回答卷顶头写辛苦了，各画一个笑面图，艺术分科测验有91件伫回答区写和答案无关的字，还是画图。违反着回答卷写答案的相关规定。那下一个是最可惜的，好，他的答案是正确的，但他增加了一个图形嘛，还是符号，哈，总而言之是跟答案没有关系的，这就扣了。大考中心考试委员会决议，91件违规拢扣迄科1级分。另外，今年考区提报违反市场规则，拢总124件。比113年减2件，上侪是无查有效证件49件。若手机也无完全关机，还是插入去的物件有声音，拢总有43件。另外，无伫确定了考生签名的所在签名有205件，比去年加28件。若有一个考生考数学的时阵，探头看手机顶头的时间，委员在讨论的时阵是参考113甲114数学册的处理。因为他说看时间，但是。这个难以确认，好，是不是我们就是比照不予计分？各委员 OK 吗？好。大考中心表示讲，今年受理甲回复试题也是参考反映的意见，拢总收到49件36题的来函，以公民甲社会14件在于题上侪，其中历史课第14题，因为题目内底不曾这个词无够周字。关系这题所有到考的考生拢有分数，若3.9万的考生的成绩甲国科5票的统计，会伫2月9公布。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这天文大楼是互屏东东港东定里这个所在呢，已经连续淹水淹3天啊。今仔日这天也袂光，海水就个规个安尼淹过来，上悬是淹到骹腿肚。车驶过拢是水手，民众出入拢爱踏水行。这是屏东东港东经理的大路，海水已经倒流淹起来的第3天。对7月22，每天透早天也袂光，东经理就开始淹。二是积水大约15公分左右，差不多到后骹肚悬。淹水一天悬过一天，当地居民参里长拢感觉足无奈。拢差不多安尼啊。我明今日看我车里啊，好，我正常停呀，我规拢掉。安尼袂使驶啊，我嘛袂使调。这件是这个月的上严重的一件，因咧人淹到一个关渡车驶过，水龙跌入去内底，甚至今仔佫有淹到讲对厝内入去。里长讲，今仔日积水比昨更较严重，东港电工所联合办公大楼头前的大路拢淹，上严重的准头路、参大兴路口，水拢有到后骹肚。虽然电工所抽水机透早就开落，
不过抽水的速度嘛袂赴淹起来海水。中央气象署预估，刷落来2天，阁是8流的悬点。25、26的时间点会较慢，到透早6点半至8点外较倒流。拄好是出门上班的时间，提醒民众塞车、骑车要注意安全。海水一上涨，那我们立刻启动抽排的作业，让淹水的时间与面积减少到最低，就是防堵、抽排跟垫高，来系统性的解决东港沿海地区每逢大潮容易淹的问题。屏东县府水利处水退了后，嘛有派人到现场了解。因表示，县府除了推动水动早起来、抽水、到路面铺悬的3种改善方法以外，嘛会向中央争取治水的经费。里长讲，希望县府会当提升改善的速度，让当地居民会使早日结束拄到大漏水就要淹水的噩梦。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另外来看，在花莲最近嘛是因为风台落大雨，所以市区有淹水的状况。也毋过公所去调查呢，所发现讲这排水沟仔内底竟然互土沙甲塌掉咧，怀疑就是附近的工地所拼出来这土沙。目前这相关的责任要待厘清。原本就是一般的水沟仔塌掉，清洁队员驶来个压井司机想要疏通，也毋过拍开罐，才发现内底规个拢是沙石仔，管道已经伫要满到大路，无管落雨，水拢排袂出去。以前不会，最近稍微大一点就会了。机车停的都是水啊。已经登记的沙石仔爱靠清洁队员摕铁锅仔杠，佮用山挑污，数量真惊人，无怪无法度排水。另外，这个沙石仔是为倒位来？清洁队员怀疑是这咧起厝的时，施工人员冲洗沙石仔的时，当这流入水沟啊。其实，假如说建商或者自建人就是他盖这个房子的时候，泥沙啦，或者把一些水泥的东西流到我们排水沟这边来的话，那直接排到排水沟。在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是可以按照废弃物清理法来裁罚。那裁罚金额是1200到6000。也毋过附近居民表示，这当咧起的厝有几啊栋，恐惊无法度判定是倒一个工地所造成。对此，清洁队强调，建筑工地原本就有规定，袂当将沙石啊随水流入水沟啊，建商爱定时检查清理，会赔偿相关责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是安尼问题来关心，台中有民众呢买丰原共一间店的烘鸭肉了后呢，就陆续身体无爽快，而且真侪人拢有同款的状况。即卖受害者是集体出面要求店家就爱讲互清楚。民众买烧鸭做暗顿，暗过专家伙啊是透过走吧，怀疑烧鸭有问题。儿子开始第2天开始上吐下泻发烧，到今天早上总共拉了41次。我女儿现在目前就是还在曙丰那边住院中，吊点滴。台中丰原未少人找机关定情，表示买丰原一间烧鸭店的烧鸭了后，就陆续出现肠胃无舒适、发烧这镜头。这个人拢是伫1到23买烧鸭，推测是不中毒，要求烧鸭店爱负起责任。没有就诊了嘛，对不对？还是还没有就诊？如果还没有就诊，赶快去就诊。烧鸭店只是透早就袂少退回电话，食安处人员也来加炒菜香。店头家姓吴负责人表示，伊才开幕3日就拄到安尼状况，会配合调查。若确认甲店头关系，会负起责任。只能说由卫生局来检验出来，到底哪个环节出问题。好，我做了6、7年都没有出过问题。台中市食安处表示，这间烧鸭店伫今年6月发生食安问题，验出3门细菌，被命令停业。7月底换负责人了后，重新搁开业，搁传出食安记录。目前统计有17个人食烧鸭，16个人身体无舒适。责令业者立即停业，配合调查。那我们会就相关的现场的一个食物、食品容器具，还有它的制成卫生等等的进行稽查以及抽验。食物如果保存不当，容易引起细菌感染，像金黄葡萄球菌、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医生指出，这物件若青甲色个无确实分开，或者是保存无好，拢可能产生细菌。食安处表示，检验结果按算2礼拜出来，若验出病原菌，会依照违反食安法，罚6万以上2亿以下，甚至以上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政府统计，最近这3冬以来呢，这狗仔、猫仔，互人放杀去的是愈来愈侪啊。即卖为着要解决问题，县政府是定出流浪动物中途之家收费的标准，甲放杀的费用提悬到4000块。
贵宾甲 Cookie 已经13岁，却因为主人的亲人反对，都互人放杀。好关伫笼仔内底 ，Cookie 即马看到人就是拍的，无啥互动。伫宜兰县流浪动物中途之家，最近几年和 Cookie 共款遭遇的猫仔、狗仔是愈来愈多。中途之家互人放杀的猫仔，有的年岁已经到20岁。根据县府统计，即寡互人放杀的猫仔、狗仔，平均留伫中途之家的时间大约是60天。有的是破病过世，有的是幸运互认养。因若统计最近3年，宜兰县互人放杀的猫仔、狗仔的数量，2022年有209只，2023年有223只，去年是254只，有逐年增加的趋势。第一个原因当然是饲料人工的成本大幅增加。那再加上，因为后来零扑杀的关系，动物收容的天数都有持续的增加。互人放杀的猫仔狗仔愈来愈多，收容的成本也增加。政府修订流浪动物中途之家收钱的标准，甲放杀唔饲的规费对2000提悬到4000块，估计乡民是对1000块提悬到2000，而且按照规定，放杀唔饲的人，拢爱上动物保护的讲师，袂当个认养动物。所以呢，应该要从根本上的做起，从无论是领养或是购买。你本身你就要做好饲主领养前或认养前的教育。不过有动保人士认为讲，提悬规费爱谨慎，需要配合加强生命教育课程等宣导，增加主人的责任感，才会当避免非法唔饲的情形增加。也建议放杀唔饲的规费应该分级，针对弱势族群、无共种类的动物，放杀唔饲无共的原因，互因辅导，各有无共款的收费。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湾的翁仔菜这类型是真多，无论是多元性别，也是讲本土文化，全部拢有，而且伫国际上嘛得到真侪肯定。文策院是表示讲，这台湾翁仔菜调整的，也有外销的成绩拢袂歹，未来会继续投入资源，让台湾的创意文化会当传去到全世界。台湾翁仔菜题材多元阁丰富，亲像是多元性别的 day off， 结合本土信仰的基因，甚至是融合台湾历史的一流历史男人椅岛，拢有真侪卖奖。有民众表示，台湾因为创作自由，翁仔菜有真侪题材。有民众讲，伊上介意充满本土特色的翁仔菜。就是我那时候看了很多日漫，我想要知道台湾是不是有自己的漫画。然后那时候有发现，台湾的漫画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丰富多元。台湾小吃之类的，或是当地那个比较像台湾味的风景之类的。为着要让愈侪人接触台湾的翁仔菜。文策院特别伫翁仔菜博览会设立台湾漫画馆，嘛推出真侪活动，要让民众了解台湾作品迷人的所在。文策院指出，台湾翁仔菜这几年摕到真侪国际奖项，作品的版权嘛销去真侪国家。接下来就是还是会有一些跨国合作的机会，那包括说我们有台湾文策院有投资的公司在跟日本这方面去做动画的一个的制作委员会合作的情况下，另外也有一些国际合制的漫画，我们跟日本跟韩国都有一些合作要展开。文策院嘛讲。台湾的翁仔菜，若是要让产业链更较完整，爱拍破即马用个人力量拍拼的方式，该用团队合作建立工作室来经营。文策院表示，有规划继续投入资源，销往世界，推动国际合作，让台湾翁仔菜发展愈来愈好。记者魏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即阵仔这网络有正多元的台语影片，伫鹿港呢是有团体来办课程，教民众来翕台语的短影片，了解地方的文化，毋但会当行销在地特色，嘛达到这推广台语的目的。摕手机录影，访问店头家是安怎落地啊？伫鹿港是讲通几啊？中华鹿港有地方创新团体办课程，教民众用台语翕影片，了解地方，相袂少对台语甲地方文化有兴趣少年辈来参加。我对台语嘛是有一份感情。这门课老师就是教阮讲要安怎用短影片来创作，在这届的机会来去甲这个故事甲传落去。本身就对地方啊，有文化创新就有兴趣的，所以来这有学习到足侪物件，甲未来有。找头路就有关系。我是彰化人，点解伫咧台中咧做工课，有淡薄仔想要回去家己的家乡，所以看到这个工作坊，想要来遮听大家分享。网络影片的收看习惯一直在改变，即阵1分钟左右的短影音真兴。主办单位表示，短短时间内要安怎成人目，影片的内容节奏就真要紧。尤其若用地方文化做主题，台语就是真重要的传播媒介。咱时间可能上长是1分钟尔，要来把这个足长的故事用1分钟的时间来讲得了，这是嘛是一个真困难真有挑战的所在。进前的产业调查的时阵，因为咱访问拢是看老文的
老前辈，因咧传达这种故事的时阵，拢是用台语甲咱讲的，所以感觉第一部分是因为这故事拢发生伫在地，背后就看智慧拢是用台语咧传承的，所以阮感觉用台语较会当原本的意思来表达。主办单位表示，因咧做地方文化调查时阵发现，有不少基佬拢是用台语咧传承，所以特别安排用全台语落去教课甲翕影片，除了互民众了解目前网络短影片的趋势，透过影片行销地方文化，嘛达到推广台语的目的。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下晡晡的天气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8度到32度，中部地区是30度到35度，南部地区30度到35度，东部地区是28度到33度。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